大家好，又係我 Big Boy 啊！上次講完牛油之後咧，好多網友都話希望聽多啲關於油嘅嘢啦，特別咧係植物油，所以咧今次我就嚟講下植物油啊！咁唔知你有冇試過行超市咧，就見到琳琅滿目嘅油啊？有橄欖油啊、粟米油啊、芥花籽油啊、堅果油啊，然後心諗，到底邊隻油先至最啱我用呢？我以前都係咁嘅，每次煮飯嘅時候咧，望住樽油咧都覺得頭痛啊！好多人咧都話植物油咧就比呢個動物油健康啦。如果咧你都係咁諗嘅話咧，少年你真係太年輕啦！今日咧我哋咧就一齊嚟探討一下植物油嘅真相，揭開咧佢係點樣一步步成為我哋嘅健康隱形陷阱。首先我哋咧要明白油嘅核心就係咧呢個脂肪。而脂肪咧就有唔同嘅種類嘅，簡單啲嚟講咧，脂肪主要分為3類，包括呢個不飽和脂肪啦、飽和脂肪啦同埋反式脂肪嘅。飽和脂肪咧通常咧喺室溫底下咧係一個固體，例如咧牛油啊、豬油啊等等，佢嘅分子結構咧就比較穩定嘅。煮嘢食嘅時候咧用高溫咧都唔容易變質嘅。不飽和脂肪咧就係分為呢個單元不飽和啦，同埋咧多元不飽和脂肪嘅。佢哋咧通常咧都係液體，例如咧係呢個橄欖油啊、牛油果油啊等等。呢一類脂肪咧對心臟嘅健康咧係有幫助嘅，但係咧佢哋咧就比較容易氧化。最後咧就係反式脂肪。就係一個人工加工出嚟嘅一類嚟嘅。反式脂肪咧就係公認嘅壞脂肪嚟嘅，因為咧佢哋會提高呢個嘅壞膽固醇啦，增加呢個心臟病嘅風險。明白呢啲基本概念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再睇下咧食用油嘅大分類啦。咁咧就會更加清楚點解唔係款款植物油咧都係健康嘅。講到食油咧，我哋可以分為2大類啦，動物油同埋植物油。動物油咧就係由呢個動物脂肪提煉出嚟嘅，例如豬油啊、牛油啊、魚油啊，甚至鴨油等等啊。動物油嘅優點咧就係佢嘅穩定性高啦，唔容易喺高溫底下變質。雖然咧佢嘅飽和脂肪咧含量係比較高，過去咧就被標籤為呢個唔健康啊。但係咧近年咧有一啲研究開始咧重新去審視佢哋嘅價值㗎啦。適量攝取咧反而咧係對健康咧有益處添。有機會咧我哋可以開一集咧專講呢個動物油啊。另一邊廂咧植物油咧就係由呢個植物種子啊、果實啊，又或者啲堅果咧提煉出嚟嘅，例如橄欖油啊、花生油啊、粟米油啊、葵花籽油啊等等。植物油咧通常咧就含較多嘅不飽和脂肪啦。聽落咧好似健康啲，而且咧佢嘅味道咧亦都係較中性嘅。之前坊間咧好多都話咧呢個植物油咧係比動物油好嘅，但係問題就嚟啦，植物油嘅製造過程咧同呢個種類五花八門，有啲經過咧重重嘅加工添。佢哋嘅製造過程咧同成分咧係會大大咁影響佢哋質素同埋對身體嘅影響嘅。呢啲咧我哋一陣間咧都會深入咁樣去了解一下嘅。講到植物油嘅製造過程咧，其實咧就可以分為幾類啦，分別咧就係呢個冷壓榨啦、機榨啦、熱壓榨啦，同埋呢個提煉法嘅。冷壓榨咧就係最天然嘅方法嚟嘅，用呢個低溫機械嘅壓力咧，就將呢個油咧喺呢個植物嘅原料嗰度咧壓出嚟。例如橄欖油啊、苦茶油啊等等。呢個方法咧就唔用高溫同化學劑，所以咧就保留咗最多嘅營養同埋天然嘅味道啊。但係咧產量咧就會比較少啦，成本咧亦都係比較高嘅。而機榨咧就係用呢個機械嘅加壓咧，溫度咧係會高啲，但係仍然咧都唔會用呢個化學劑嘅。算係一個中間派嚟啦。例如一啲牛油果油咧就係會用呢個方法去做嘅。熱壓榨咧就係會用更高嘅溫度同埋壓力咧去提取呢個油出嚟嘅。原料咧就喺呢個提取油脂之前咧，先進行呢個加熱處理啊，提高油脂嘅提取率啦。呢個方法咧雖然效率係高啲，產量咧亦都多咗，但係咧營養同味道咧就會損失一啲啦。最後咧提煉法咧就係涉及到呢個高溫同埋化學溶劑咧去到提取同埋淨化啲油。例如咧呢個粟米油同埋大豆油咧，多數咧都係咁樣做出嚟噶啦。呢啲經過漂白啊、除臭啊等等步驟咧，雖然啊佢嘅外觀就會變得清澈，味道咧亦都係變得淡啲，但係咧營養同健康價值咧就會相對咧大打折扣啦。到底邊啲植物油係比較好呢？答案咧取決於咧你點樣用同埋追求啲咩啦。如果咧你要保留呢個營養同埋天然嘅味道咧，冷壓榨嘅油咧係最佳嘅選擇啦。
例如呢個特級初榨橄欖油啊，咁咧佢含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同埋抗氧化物，研究發現咧有助降低呢個心血管嘅疾病風險，適合咧用嚟涼拌又或者低溫煮食嘅。咁啊講開橄欖油咧，就順便講多少少啦。咁啊市面上嘅橄欖油咧，一般咧就分為呢個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啦、pure olive oil 啦同埋 pomace olive oil 嘅。咁啊佢哋有啲咩分別咧？嗱，品質最好嘅橄欖油咧，就會將呢個橄欖果實連埋嗰啲果核咧原粒去壓榨嘅。咁啊隔渣之後咧，就將呢個汁液倒入呢個缸入邊咧，將佢沉澱。咁一段時間之後咧，呢個汁液入邊嘅水同埋油咧就會分開。咁啊上層嘅嗰啲嘅橄欖油咧就可以攞嚟用啦。現代嘅生產技術咧就會用呢個離心器咧，就將呢個油同水分開。咁如果油嘅酸度咧係低過0.8嘅話咧，呢個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叫做一個特級初榨橄欖油啦。咁如果酸度咧係高過0.8，但係低過2嘅話咧，呢個咧就只能夠叫做一個初榨橄欖油嘅啫。咁如果係橄欖油嘅酸度過高嘅話咧，就係屬於一啲質素比較差嘅橄欖油嚟啦。咁喺色澤同埋香味不足嘅情況底下咧，一般咧係唔會用嚟做食用嘅。咁有啲生產商咧就會加一啲化學溶劑啦，例如呢個嘅己烷，咁咧就將一啲雜質去除咗去。咁呢啲精煉過嘅橄欖油咧，我哋咧就會叫佢做 refined olive oil。咁不過咧，呢一個名一聽就知佢係加工嘢啦，唔純正啦，咁啊好影響銷量噶嘛。所以咧，生產商就諗到咧，將呢啲精煉嘅橄欖油咧，溝少少特級初榨橄欖油咁嚟賣，咁樣咧就可以咧唔使叫佢做 refined olive oil，取而代之咧就可以叫佢做 pure olive oil 呢個名啦。咁啊，一支 pure olive oil 咧，通常咧個比例咧大概係有70%至到99%嘅精煉橄欖油嘅，咁啊得1至30%咧係真係呢個特級初榨橄欖油嚟嘅啫。所以咧 pure olive oil 說穿了，其實咧都係一個化學油嚟嘅。咁啊，再次一級嘅咧，我哋叫做 pomace olive oil。咁 pomace 呢個字咧就係解做一個渣滓咁樣解。咁啊，基本上咧橄欖渣咧係壓唔到好多油出嚟嘅啫。於是乎咧，人類又諗咗個方法咧，去揸盡呢一啲剩低嘅油啊！咁啊，又係用呢個化學溶劑啦，多數咧又係己烷啦，咁去提取殘留嘅油脂。之後咧，呢啲油咧就會再經過精煉嘅步驟啊，例如脫膠啊、中和啊、漂白啊、除臭啊等等，去除咧怪味同埋雜質。最後咧就變成一個清澈冇咁濃味嘅橄欖油啦。咁啊，好多人以為咧只要有橄欖油呢3隻字咧就代表健康，但其實咧佢同呢個特級初榨橄欖油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啊，呢種化學油咧當然就係少食為妙啦。同埋如果你見佢賣得好平喎，咁啊就睇清楚咧包裝紙上面咧有冇鬼鬼祟祟咁收埋咗啲關鍵字啦。咁如果你話橄欖油嘅煙點唔夠高喎，要配合高溫煎煮嘅話咧，咁啊可能呢個冷榨牛油果油咧就會更加適合啦，因為咧佢嘅煙點咧就比較高，而且咧就唔容易變質添。相反咧，如果係一啲經過高溫提煉嘅植物油咧，例如大豆油啊、芥花籽油啊咁樣，雖然咧煙點係高啲，好適合咧用嚟煎炸，咁但係咧喺加工嘅過程咧就加咗好多嘅化學劑啦，而且咧佢哋含有較多嘅 omega-6 脂肪酸，食得多咧反而會影響身體嘅脂肪酸平衡嘅。呢個咧陣間都會詳細咁講解嘅。咁啊，點解有啲植物油咧一定要經過精煉加工呢個過程咧？咁啊，例如譬如大豆油啊、粟米油啊、芥花籽油呢啲咧，係一定要經過呢個步驟嘅，先至可以提煉到一啲擺得入口嘅油出嚟。點解咧？咁啊，簡單講咧，就係因為佢哋嘅原材料特性咧係唔適合用嚟做冷榨嘅，單靠冷壓榨咧出油率實在太低啦，咁咧個成本又高到離地啊！而且咧，佢哋本身咧係唔容易直接壓出優質嘅油出嚟，就算壓咗出嚟咧，都會有啲雜質同怪味嘅。例如係油菜籽咁啊，咁提煉出嚟嘅芥花籽油咧，佢裏面含有高量嘅芥酸啊，咁呢種脂肪酸咧有苦味同埋坑鼻嘅怪味嘅，咁啊未經加工咧真係好難入口嘅。甚至咧有啲研究咧仲話高劑量嘅芥酸啦，可能對心臟有害添。咁啊，點解咁難入口都要夾硬將佢變做一個可以喺市面出售嘅食油咧？無非咧就係錢字咯。油菜籽本身咧就係一種好有潛力嘅農作物嚟嘅，咁啊佢生長力強啦，適應力高啦，喺加拿大、歐洲等等寒冷嘅地區咧都可以種植到，咁啊產量多而且成本低啊。喺20世紀中期咧，隨住呢個工業化同埋糧食需求上升咧，人類就開始諗方法咧，點樣將呢啲唔好食嘅資源咧變成一啲有作為嘅嘢啦。於是咧，科學家就同呢個農業專家咧喺1970年代咧，通過呢個育種技術啦，開發咗一種咧低芥酸嘅油菜籽品種，叫做咧 canola。咁 CAN 咧就 stand for Canadian 啦，O 咧就係 oil啦，後邊嘅 LA 咧就係 low acid 咁解。
咁呢個新品種咧就將呢個芥酸含量咧由原本嘅30至60%咧大幅降低到2% 以下，咁啊令到油嘅味道咧大大提升。但係咧即使改良過嘅芥花籽油咧，單靠冷壓榨出嚟嘅粗油咧，仍然係有怪味同雜質嘅，唔夠清澈又唔夠中性。咁呢個時候咧，精煉技術咧就登場啦。透過呢個脫膠啊、中和啊、漂白啊、除臭啊等等嘅過程咧，廠商咧就可以用高溫同埋化學劑咧，將呢啲怪味咧同雜質去除，變成咧我哋見到嘅清澈冇味嘅芥花籽油啦。呢個過程咧，唔單止令油咧可以入口，仲大大提高咗佢哋嘅煙點添，咁啊變成一種平價又耐熱嘅油，適合咧煎炸同埋大量生產加工食品啊！哇，講下講下，好似變咗我都喺度 sell 緊佢咁，冇錯。就係因為芥花籽油嘅生產成本低啊，而且咧膽固醇含量低啊，加上加拿大同埋澳洲等主要產地咧有大量嘅土地可以用嚟種植，呢啲平價油咧絕對係製造薯片啊、餅乾啊同埋即食麵嘅救星嚟嘅。於是咧，廠商就聯同呢個廣告公司同埋一啲健康嘅組織咧，一方面咧就將市民原本好常用嘅動物油咧描繪成一個大壞蛋，同時咧就將佢哋生產嘅植物油咧包裝成呢個心臟友好嘅健康油啊。咁啊，聽起嚟咧好似好健康喎，消費者咧慢慢就接受咗啦。咁啊，又例如咧備受美國人追捧嘅大豆油啊，都係靠呢個方程式嚟上位嘅喎。咁喺1948年咧，美國心臟協會咧就收咗呢個 P&G 咧150萬嘅美金捐款，之後咧就開始咧推廣用呢個植物油取代動物脂肪嘅宣傳戰啦。咁咧佢哋喺1961年咧寫咗世界上第一個官方建議，叫大家咧要減少總脂肪、飽和脂肪同埋膽固醇嘅攝取量，增加多元不飽和脂肪嘅攝取量啊。換句話講，咪就係叫大家唔好再食動物油啦，改食呢啲對心臟健康有益嘅植物油啦，同埋咧用嗰啲氫化植物油咧嚟取代傳統牛油啦。咁啊，到咗今時今日，植物油係咪健康啲咧？當然咧就呼之欲出啦，因為咧經過精煉嘅植物油咧，除咗冇乜天然營養之外咧，仲可能有呢個微量嘅氧化副產品同埋化學殘留添。咁啊，加上好似啲芥花籽油啊、大豆油啊呢一類植物油咧，含有較多嘅 Omega 6脂肪酸，長期食用咧就可能會咧令到呢個嘅 Omega 3同 Omega 6嘅比例失衡，增加咧炎症嘅風險。有冇人好好奇咧？點解精煉植物油嘅煙點又會高啲嘅咧？咁啊，煙點高咧就係因為精煉嘅過程咧，去除咗雜質同埋水分啦，令到油咧變得更加穩定啊！咁喺高溫底下咧就唔容易冒煙嘅，咁啊就更加適合煎炸啦。咁啊，例如未精煉過嘅橄欖油咧，煙點咧可能係得150度左右嘅啫。咁但係精煉過嘅咧，就可能可以去到240度啦。但係壞處就係呢啲油咧，多數就係以呢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為主啊。咁啊，例如 Omega 6，佢哋咧喺高溫底下咧好容易氧化嘅，咁啊產生呢個自由基同埋有害化合物啊，例如氚啊，同埋咧過氧化物。咁啊，呢啲物質咧入咗人嘅身體之後咧，就會引發炎症啊，損害細胞，甚至咧癌症都有少少關係添嘅噃。咁啊，更深一層咁講咧，植物油咧就會擾亂咗人體嘅脂肪酸平衡啦，尤其是呢個 Omega 3同 Omega 6比例。咁 Omega 3咧，例如啲魚油啊、亞麻籽油啊等等咧，係抗炎嘅好脂肪嚟嘅。咁但係 Omega 6咧，例如啲大豆油啊、粟米油啊等等咧，食得多咧就會增加炎症嘅。咁之前講杏仁奶嗰條影片咧，其實都有講過啦。喺現代人嘅飲食入邊咧，Omega 6同3嘅比例咧就高達20:1，遠遠咧超過建議嘅4:1甚至1:1。咁呢個失衡咧就會令到身體咧長期處於一個炎症狀態啊，影響細胞膜功能，增加心臟病啊、糖尿病啊甚至癌症嘅風險。而精煉植物油咧，因為經過加工啦，令到僅有嘅 Omega 3都失去埋，咁啊變成純粹嘅 Omega 6來源啊。而現今絕大部分嘅零食啊、即食麵啊，甚至你出街食飯用嚟炸嘢俾你嗰烹油啊，其實都係植物油嚟嘅，所以咧絕對可以話係無孔不入啊！咁啊，植物油同反式脂肪又有咩關係呢？其實咧，呢個精煉植物油咧本身咧唔一定含反式脂肪嘅，但係如果經過氫化處理咧，例如人造牛油啊，即係起酥油咧，就會產生呢個反式脂肪啦。咁氫化嘅時候咧，液態植物油咧就會加入呢個氫氣啦，令到咧佢變成固態又或者半固態嘅脂肪。咁呢個過程咧就會改變咗脂肪酸嘅分子結構，令到咧部分脂肪酸咧轉變成為呢個反式脂肪酸啊。咁啊，反式脂肪酸嘅化學結構咧同正常嘅順式脂肪咧係完全相反嘅。咁啊，反式脂肪酸咧就公認咧係人體健康嘅大敵嚟㗎啦。咁咧佢就會提升呢個嘅壞膽固醇啦，增加血液入邊嘅三酸甘油脂啦，仲會咧促進全身嘅炎症添。結果咧就係大大咁樣提高咗患冠心病嘅風險。
而且咧心臟病啊、糖尿病啊、癡肥啊等等疾病咧，都同呢個嘅反式脂肪咧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平時我哋食開嘅牛奶啊、羊肉啊、牛肉啊等等咧，其實咧都含有極少量嘅天然反式脂肪嘅。不過咧，呢啲對人體嘅影響咧就唔大嘅。但係工業發展之後咧，人類攝取嘅反式脂肪就大幅上升，而其中最大嘅來源咧就係植物油啦。首先咧，某啲植物嘅種子本身咧就已經含有呢個反式脂肪噶啦。咁咧由研究發現咧，啲植物油入邊咧嘅反式脂肪含量啊，就係介乎0.56% 到呢個4.2% 不等嘅。除此之外咧，液態植物油咧好容易咧氧化變壞嘅，所以咧製造商咧就透過呢個氫化反應咧，將植物油變成一個固態，即係咧人造牛油。咁樣咧就可以令到加工食品咧保存得耐啲。咁你平時食嘅麵包啊、蛋糕啊、餅乾啊、早餐麥片啊、叮叮食品啊、炸物啊、零食啊等等等等咧，好多咧都用咗呢啲加工過嘅植物油嘅，亦即係話咧佢哋咧都好有機會有呢個反式脂肪添。咁啊，仲有一點要注意咧，就係當油溫咧超過180度咧，就好容易產生呢個反式脂肪噶啦。咁啊，當啲油咧炸完又炸，炸完又再炸，咁個烹油越用越耐咧，食物吸收咗個反式脂肪咧就會越嚟越多啦。長期食用呢啲油炸食品咧，就會令反式脂肪咧堆積喺心血管入邊啦。咁啊，身體冇辦法代謝排出，結果咧就會大大增加呢個心血管疾病風險啦。好啦，嚟到最後咧，又簡單分享一下咧，我自己平時咧係用咩油嘅配搭啦。咁啊，平時撈沙律啊或者低溫煮食咧，我就會用呢個特級初榨橄欖油嘅。煎啊、炒啊等等咧，我就會用呢個冷榨嘅牛油果油，因為咧佢嘅煙點就高啲。另外咧，我仲會有呢個牛油啊、鴨油啊，同埋一啲牛脂等等。咁啊，有時煮唔同嘅菜式咧，加啲動物油落去啦，又真係香好多嘅，味道層次咧都完全唔同嘅。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啦，大家記得subscribe Big Boy Recipe呢個頻道 ，like 呢條片同埋留言話俾我知，你平時咧又係用緊啲咩油嘅咧？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